大家好啊，我係奧巴，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 Netflix 一套關於 F1 嘅紀錄片啊，叫做《極速求生》啊，《Drive to Survive》啊。咁啊，今次咧就已經去到第7季啦。咁啊，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都唔會話有劇透成分噶啦，因為咧其實全部咧都係已成過去嘅賽事啊。咁啊，所以咧喺片頭畫面翻嚟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啦。咁首先呢，都講下呢一套嘅紀錄片，咁啊係講啲咩噶啦？咁其實呢，佢主要都係講 F1，即係一級方程式嘅賽事嘅。咁其實呢，佢都唔單止係淨係講賽事嘅，佢會記錄翻上一季嘅賽事啦。咁同埋呢，就唔係淨係講賽果嘅，佢會講下車手與車手之間啊，又或者車隊經理同埋車手之間啊，高層啊，又或者嗰啲嘅人事權力鬥爭咁樣。咁首先呢，我都講下呢一個紀錄片好嘅地方先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開 F1 嘅賽事嘅呢？咁啊，但係就算你有追睇開 F1 嘅直播賽事都好啦。咁啊，大部分呢都係淨係可以睇到嗰個賽事點樣進行啊，又或者個賽果啊。咁但係如果睇呢一套紀錄片呢，好嘅地方就係喺賽事以外嘅資訊呢，我哋都可以睇到嘅。咁譬如邊一個唔妥邊一個啊，又或者嗰個車隊決定幾時去炒嗰個車手啊，又或者嗰個車手幾時係決定離隊等等呢。咁啊，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平時睇賽車呢係睇唔到嘅。咁啊，變相呢，咁啊成個一級方程式呢嗰個賽事呢就會豐富立體咗好多啊。咁同埋呢一個嘅紀錄片呢，亦都係令到 F1 呢多翻好多觀眾收看嘅。咁啊，其實我自己呢都係由第1季開始去追睇嘅。咁啊，如今呢一睇就已經睇咗7年啦。正因為 Netflix 呢拍咗呢一個嘅紀錄片之後呢，就令到多咗好多人入坑啊。咁啊，以前呢，其實我自己都有睇過1-2年嘅。咁嗰陣時呢，就因為屋企收到嗰個鳳凰衛視台啊。咁不過都好細個，好多年前嘅事啦，仲係講緊 Damon Hill 嗰段時間。咁啊，過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我就冇睇 F1 啦。咁我都係呢，因為睇咗 Netflix 呢一套嘅 Drive to Survive 呢，我先開始留意翻 F1 嘅賽事嘅。咁啊，同埋呢，咁啊，佢呢一個嘅紀錄片就令到 F1 呢就多翻好多觀眾啦。咁所以呢，咁啊，司儀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咁所以呢 Netflix 呢都睇嚟係有啲特權呢，可以喺嗰個賽場裏邊呢進行好多嘅拍攝啊，又或者揾好多嘅人去做訪問啊咁樣。咁同埋呢，其實我諗極都諗唔明呢，其實 Netflix 係點拍嘅呢？咁啊，因為呢，其實佢喺啲非賽事嘅時間呢，其實佢都係會跟住嗰啲車手啊，又或者車隊經理呢。咁啊，譬如返到佢哋嘅家鄉啊，又或者佢哋進行賽事期間呢，佢哋有好多嘅對話啊，甚至乎佢哋開會啊，佢都係可以跟到好足㗎喎。甚至乎呢，有陣時見到佢哋喺揸緊私家車嘅時候呢 Netflix 呢都可以喺架車裏邊呢裝幾隻 cam 去影住佢哋咁樣。咁啊，連佢哋咧喺部車裏邊講啲咩都可以聽埋咁樣。咁當然啦，咁我斷估咧，佢哋明知道有 cam set 咗喺度嘅話咧，咁都未必會講啲咩秘密嘅咁。咁啊，我都講下呢一套紀錄片有咩唔好嘅地方啦。咁啊，有一啲真 F1 嘅車迷咧，就聽講咧就唔係咁中意呢一套紀錄片嘅，因為咧佢哋話呢一個紀錄片咧就太過戲劇性喎。咁啊，譬如有一啲嘅車手考慮要轉隊啊，咁Netflix 咧就會利用一啲嘅剪接啦，又或者當中一啲人嘅訪問啦，又或者有一啲人嘅推測啦，咁啊，然之後剪輯埋之後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睇落好似好 juicy 咁啊！但係其實咧，可能成件事咧就唔係 Netflix 拍到咁 juicy 嘅啫，可能都係一個好普通嘅決定轉隊咁樣。咁所以咧就令到有一啲嘅 F1 車迷咧就會覺得好似 Netflix 咧就特登營造到啲嘢好戲劇性咁樣。咁同埋頭先都有講啦，咁啊有好多時如果見到有 Netflix 嘅攝影師喺度拍攝住嘅話，咁其實講真，佢哋都未必講真嗰句噶啦。咁同埋咧，呢一套紀錄片就嚟到第7季啦。其實咧，佢就每一年咧就會出1季嘅，因為咧佢通常都係完咗1季嘅賽事，咁佢製作多2個月嘅時間咧就會推出啦喺 Netflix 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嘅紀錄片咧就唔算好緊貼嗰一個嘅賽事嘅，因為佢係要等到完晒成季嘅賽事咧，佢先會推出呢一個嘅紀錄片咁樣。
咁所以咧就做唔到一個好緊張追看嘅效果啦。因為咧其實基本上如果大家都有睇開 F1 嘅賽事啊，又或者都有睇 YouTube 一啲 YouTuber 嘅評述啊咁樣咧，咁其實多多少少喺嗰個嘅賽季咧，其實都大概都知道譬如邊一個喺邊一站贏車啊，又或者最尾世界冠軍係邊一個啊，邊一個係最尾要轉隊啊，或者俾人炒啊，其實好多我哋都已經知道咗。咁只不過咧喺呢一套嘅極速求生裏邊咧，我哋就可以再睇多啲少少咯。咁啊，知道原來嗰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原來有咁多前因後果嘅咁樣。咁但係咧就營造唔到嗰種緊貼住個賽事，好想咧就知道下一場究竟點咧。咁啊追看住下一集嘅出現咁樣。咁同埋呢一套紀錄片呢，佢就唔係按時序去發展嗰個嘅故事嘅。咁呢，佢呢就係按一個故事模式去拍攝啦。咁譬如呢，佢嗰一集係講某一隊又或者某一個車手，咁佢呢喺嗰一集裏邊呢就會講晒嗰一個嘅車隊喺嗰一季賽事嘅發展啊咁樣。咁啊又或者佢當中發生過咩意外啊，咁啊有邊一個車手要離開啊，又或者個車隊經理呢做咗啲咩決定啊咁。咁去到下一集呢，佢就可能會講另外一隊啦。然之後呢，佢又會翻返去可能第一站嘅賽事開始，去開始講新嘅一隊嘅 F1 隊伍咁樣。咁啊，某一啲故事呢，我覺得咁樣嘅表達手法呢，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呢，其實佢而家咁樣每一集都係咁樣嘅話呢，變相有一啲嘅賽事呢，就會變相睇完又睇咁樣咯。咁啊，舉個例啦，譬如咧好出名嗰個摩洛哥站啊，咁假設嗰一站咧就有好多嘢發生嘅，好多撞車啊，又或者好多嘅意外發生啊，咁啊又或者個賽事峰迴路轉啊咁樣。咁正因為嗰個紀錄片咧係獨立一個故事咁樣去講嘅時候咧，就變相成輯嘅紀錄片裏邊咧，好多人就會前後提過摩洛哥站幾次咁樣咯。咁可能佢今次咧就講法拉利隊咁啊，去到邊一度就撞車咁樣。咁跟住下一隊咧，可能佢講平治隊咁樣。咁然之後咧，又可能會講翻喺摩洛哥站咧，平治隊就排頭位咁樣。再下一次咧就講紅牛，咁然之後又講紅牛咧就喺摩洛哥站又發生啲咩事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有少少重複嘅感覺咯咁。咁啊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佢係按翻時序咁樣去拍，即係譬如由第一站開始，又或者喺冬季測試開始，咁啊啲新車發佈啊，又或者開始進入第一站嘅賽事啊，然之後咧佢就咁可能賽咗一兩站之後呢，咁佢就推出新嘅一集，咁變相呢就做到我頭先講嘅效果啦。咁第一啦，咁啊因為過咗兩站嘅賽事，咁然之後你就推出新嘅一集，咁我哋呢就會緊貼住嗰個賽事啦。原來呢兩站呢當中發生咁多事嘅咁樣，咁啊究竟下兩站又會有啲咩發生呢？咁就做到我頭先講話，哇好想追看落去嗰種效果。咁但係呢而家就唔係咁樣啦，因為佢係真係等到成季嘅賽事完晒呢，佢先會製作新嘅一輯紀錄片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方面就麻麻地嘅咁。咁我都講下觀後感啦。咁啊，其實咧我都好中意睇呢一套嘅紀錄片嘅。咁啊，每一年呢，咁啊真係一年一季啊嚇。咁啊，每一年呢，佢推出新一季嘅時候呢，我都會即刻開嚟睇咁樣。咁啊，啱啱呢個第七季亦都係一樣啦。咁啊，等到佢推出之後呢，其實我就喺2-3晚嘅時間呢，我就已經睇晒啦。咁佢每一季呢，就大概7至8集左右啦。咁啊，所以呢，睇完一季之後，咁又要再等一年啦。我亦都咧唔需要去估佢幾時有新一季啊，因為咧基本上唔使估啊，佢下一季咧一定係一年之後完咗今季嘅賽事咧，佢先係會推出新一季嘅紀錄片嘅咁所以咧都係要苦苦等一年咁樣。咁啊，我咧就其實我頭先都有講啦，我以前細個就睇過2年嘅 F1 啦咁啊，不過咧嗰陣時咧就真係我會去睇直播嘅咁樣，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反而就冇特別追看嗰個嘅直播啦。曾經咧我都有諗好唔好買翻 Now 啊，定係唔知邊一度咧係有得睇嗰個嘅賽事直播嘅喎，但係最尾咧我都係放棄冇買啊，因為咧基本上第一啦，佢比賽嘅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我哋深夜嘅時間啦。
咁第二呢，就算唔係話深夜嘅時間啊，咁啊你要睇一個嘅賽車賽事呢，其實雖然佢賽嘅時間呢可能係一兩個鐘啦，但係你前前後後啊，再加埋中間又撞下車啊，出下紅旗帶下安全車咁樣嗰啲呢，其實分分鐘睇一個賽事呢都要成兩三粒鐘、三四粒鐘。咁啊，所以呢，邊有咁多時間可以坐定定喺度睇啊？再加上啊，我哋有陣時可能睇一啲嘅賽事精華，就可能覺得好刺激啫。但係如果你睇晒成場嘅直播呢，其實可能分分鐘成場嘅賽事裏邊呢，超車啊，又或者撞車嗰啲嘅場面呢，都未必係好多嘅。咁變相呢，你睇直播呢，其實老實講呢，都真係有少少悶嘅。咁同埋呢，我除咗 F1 之外呢，其實我都好中意睇 MotoGP 嘅。咁但係呢，就都係喺 YouTube 裏邊嘅去睇下嗰啲嘅精華片段咁樣。咁唔知有冇終有一日呢 Netflix 都可以做一輯呢關於 MotoGP 嘅紀錄片呢？如果係嘅話呢，我就覺得超正啦。咁啊，個人嚟講呢，我就最中意係阿咸美頓阿咸爺嘅。咁啊，今年就轉咗去法拉利陣營啦。咁啊，希望呢，佢都可以順利呢攞到第8屆嘅冠軍啦。咁啊，然之後就光榮退休咁樣。咁啊，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紅牛嘅韋斯塔本嘅。咁啊，唔知大家呢有冇睇呢一套嘅紀錄片呢？亦都唔知大家有冇睇 F1 嘅賽事呢？如果有嘅話呢，都歡迎留言互相交流一下嘅。咁如果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subscribe 我 channel，share 俾朋友睇，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奧巴都有一個副 channel 係講食評嘅，咁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一併訂閱埋啦。咁啊今日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先，我哋下條片再見。